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件同我哋生活息息相關，甚至日日都會遇到嘅事，就係我哋平時去街市買餸。唔知大家最近行街市嘅時候，有冇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？平時行開街市嘅家庭主婦或者經常下廚嘅朋友都應該知道，呢幾年香港嘅物價升得好犀利，買兩棵菜、幾兩肉，喐下手都幾十蚊。但係偏偏喺呢個時候，你行過某啲街市嘅豬肉檔，會見到一個好精美嘅紅色大招牌，上面用好大隻字寫住精選豬肉18蚊一斤或者全場特價18蚊斤。當你見到呢個價錢嘅時候，你第一時間會諗到啲咩？哇，真係好平，直頭係平到有啲唔真實。依家喺香港茶餐廳食個常餐，食碗雲吞麵都要40-50蚊嘅時候，18蚊居然可以買到一斤豬肉。你可能會好興奮咁即刻拎起個膠袋，叫豬肉佬幫你切2斤返去煲湯或者炒菜，心諗今次真係執到寶。但係大家有冇用腦諗深一層？喺今時今日物價飛漲，人工又貴，租金又高嘅香港，點解仲會有18蚊一斤嘅豬肉出現？正所謂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，咁平嘅豬肉背後到底隱藏住啲咩無人知嘅秘密？今日我就揾嚟咗幾位喺街市打滾咗幾十年，甚至做過大批發嘅行內人，同大家爆大鑊，講下呢啲街市肉檔死都唔肯講嘅驚天秘密。其實呢，我哋平時行街市，好多人都覺得去街市買嘢一定新鮮過超市，特別係豬肉，見到個豬肉佬喺度即場切、即場斬，又有盞紅燈照住，啲肉色澤紅潤、鮮嫩多汁，就以為呢啲一定係朝早剛剛喺上水屠房宰殺、新鮮運到嘅本地鮮豬肉。如果你真係咁諗，咁你就太過天真。行內人透露，全香港咁多個街市，真正賣緊正宗、高質量新鮮本地豬肉或者每日即宰活豬嘅檔口，比例其實無你想象中咁高。而嗰啲打住18蚊一斤旗號嘅豬肉檔，裏面嘅古怪嘢更加係多到數唔完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一個最基本嘅成本概念，只要你對香港嘅生豬批發市場稍為有啲了解，你就會知道，由內地或者本地農場運到香港屠房嘅活生生嘅豬，經過拍賣、屠宰，再加埋運輸、檢疫等等嘅手續，批發價折合返每斤嘅成本，基本上都遠遠超過18蚊。如果你去到嗰啲標榜18蚊一斤嘅檔口，你想想，生豬成本已經高過呢個數，仲未計街市一個月幾萬甚至10幾萬嘅鋪租，未計豬肉佬每日做足10幾個鐘嘅人工，仲有水費、電費、膠袋費。如果佢真係用正途賣每日新鮮即宰嘅活豬，佢每賣一斤就等於蝕一斤，賣得越多就蝕得越慘。咁問題就嚟，世界上邊有開門做生意嘅人會想日日蝕本？難道班豬肉佬開檔係為咗做慈善、做公眾利益，想等全香港市民都有平肉食？顯然唔係。所以呢啲18蚊一斤嘅豬肉，絕對唔係我哋想象中嘅嗰種即宰新鮮豬。咁到底呢啲平到不正常嘅豬肉係由邊度嚟？行內人就同我哋揭開咗第一個面紗，呢啲好大機會係俗稱嘅冰鮮肉或者解凍肉。大家要分清楚，新鮮豬肉、冰鮮豬肉同埋冷凍豬肉係3個完全唔同嘅概念。新鮮豬肉係指當日喺屠房宰殺，隨即運到街市，完全冇經過低溫冷凍處理嘅肉，呢種肉食落口最原汁原味，肉質有彈性，但成本最高。而冰鮮豬肉呢，通常係喺內地大型屠宰場宰殺之後，立刻進行急速冷卻，將溫度控制喺0度至4度之間，然後全程用冷藏車運到香港。至於冷凍肉，就係俗稱嘅死凍肉，係放喺零下18度以下嘅雪櫃度，可以擺幾個月甚至大半年嘅。好多18蚊一斤嘅肉檔，佢哋好聰明，佢哋會大量引入內地嘅冰鮮豬肉。其實冰鮮豬肉本身係合法進口，經過檢疫嘅，食落肚唔會有大問題。但問題係呢啲檔口嘅手法，佢哋會將呢啲原本應該放喺冷櫃賣，成本低好多嘅冰鮮豬肉擺出嚟攤喺台面上，甚至用熱水抹一抹，用特製嘅紅燈照住。因為冰鮮肉經過解凍或者放咗喺室溫一段時間之後，肉質會慢慢滲出水分，顏色會變得暗淡。
但係只要被盞神奇紅燈一照，你雙眼就會被欺騙，睇落去就好似啱啱斬出嚟嘅新鮮豬肉一樣。佢哋用冰鮮肉嘅成本去冒充新鮮肉嘅賣相，然後打出18蚊嘅低價。你以為你買到平嘢，其實佢哋賺得仲狼。不過如果只係普通嘅冰鮮肉，都仲算係有良心。行內人爆料話，最怕就係遇到一啲黑心檔口，為咗追求利潤最大化，會將一啲擺咗好耐，甚至就嚟過期或者已經開始變質嘅冷凍肉攞出嚟當新鮮肉賣。呢啲冷凍肉可能已經喺大雪櫃裏面雪咗好幾個月，甚至可能係俗稱嘅僵屍肉。當呢啲肉解凍之後，因為細胞破壞咗，水分流失，肉質會變得好柴、好乾，而且會有一股淡淡嘅雪味或者腥味。為咗掩蓋呢種味道，等消費者阿媽阿姐買返屋企嘅時候唔會即刻發覺，呢啲檔口就會用一啲非常手段，例如佢哋會用一啲含有化學成分嘅化學劑，或者係用俗稱食粉嘅嘢去醃製，或者用特製嘅藥水去浸泡。經過藥水浸泡之後，原本發白發暗嘅死凍肉會神奇地回復紅潤，望落去好似好有彈性。你買返屋企洗嘅時候，可能覺得啲水特別渾濁，炒出嚟嘅時候發覺出咗好多水，而且食落口完全冇豬肉嘅甜味，肉質霉爛。呢個時候你就已經中咗招。講到呢度，行內人仲同我分享咗一個街市肉檔絕對唔會同你講嘅潛規則，就係渾水摸魚嘅切肉手法。就算你精明，你同豬肉佬講，我唔要台面切好嗰啲18蚊一斤嘅肉，我要你喺後面吊住，望落去好靚嗰件梅頭肉或者排骨。你以為咁樣就安全？其實豬肉佬對眼利過老鷹，你一開口，佢就知道你想點。佢會好熱情咁應承你，好啊，幫你切呢件。然後佢會拎起把刀，好麻利咁切落去。但係喺呢個時候，佢哋通常會施展一招瞞天過海，因為街市檔口通常比較擠迫，台面擺滿晒肉，佢切完你想要嗰件靚肉之後，放入個稱度稱嘅時候，佢隻手會非常之快，順手喺台面死角，你視線範圍之外，找起幾塊一早切好、質素差嘅冰鮮肉或者隔夜肉，一併掉落個袋度。又或者，佢喺幫你斬排骨嘅時候，會故意加多幾塊好肥、好多油，甚至係根本食唔到嘅碎骨入去。最後稱出嚟，本來你想買1斤，變咗斤半，而多出嚟嗰半斤，全部都係垃圾肉。你心諗18蚊一斤好平，結果埋單30蚊，返到屋企打開個袋一看，一半都係煮唔到嘅肥膏同爛肉，計反條數，其實比你去連鎖超級市場買高質肉仲要貴。除咗肉質本身有問題同埋手法古怪之外，行內人還提到了另一個更令人擔憂嘅健康隱患，就係水源與衛生。我哋平時去買豬肉，好多時會見到豬肉佬用一條布、一桶水，不斷咁抹下台面，或者抹下啲豬肉。你以為佢好乾淨？行內人話，嗰桶水可能由朝早開檔用到收檔，裏面已經混雜咗無數嘅豬血、細菌同油脂。佢用嗰條充滿細菌嘅布去抹啲豬肉，目的係為咗等件肉保持濕潤，唔好咁快乾癟。而更恐怖嘅係，有啲不法商販會將啲就嚟變壞嘅豬肉，直接放進加入咗防腐劑或者二氧化硫嘅水裏面洗。二氧化硫可以保持肉類色澤鮮紅，令佢望落去永遠都好似啱啱湯好咁。但係二氧化硫係一種化學物質，過量食用會刺激呼吸道，引起過敏，對身體有很大嘅害處。根據香港嘅法例，喺新鮮肉類裏面添加二氧化硫係嚴重違法嘅。每年食物安全中心都會檢控唔少呢類街市檔口，但係因為利益太過龐大，依然有唔少人鋌而走險。而呢啲犯法嘅檔口，往往就係打着18蚊一斤、20蚊一斤呢類極低價嚟引人注意嘅。講到呢度，可能好多觀眾會問，咁究竟點樣先可以分辨出邊啲係真正嘅新鮮豬肉，邊啲係有問題嘅18蚊平價肉呢？行內人就教咗我幾招非常實用嘅秘訣，大家一定要記住。第一招係動手動腳，亦即係用手去感受。當然，你買肉嘅時候，豬肉佬未必想你用手直接摸，但你可以叫佢幫你切嘅時候留意一下，
或者買咗返屋企之後自己試。真正嘅新鮮豬肉，因為剛屠宰無幾久，肉質係非常有彈性嘅。你用手指輕輕冚落去，個粒餡位會好快彈反上嚟，而且表面摸落去會有一種微微嘅黏手感。呢種黏手感係新鮮肉類特有嘅蛋白質滲出。相反，如果是冰鮮肉解凍，或者係用藥水浸過嘅肉，你冚落去，個坑會留喺度，好耐都彈唔反起。摸落去嘅感覺係滑潺潺嘅，或者係水汪汪，完全無黏性。呢種肉就一定有問題。第二招係用鼻去聞，呢一招非常之考驗大家。真正嘅新鮮豬肉，聞落去只有一種淡淡嘅生肉味，冇任何刺鼻或者奇怪嘅異味。但係如果你行過嗰啲18蚊一斤嘅肉檔，你試下唔好只係睇，你行近少少，認真用鼻聞一下。好多時你會聞到一股淡淡嘅酸味、氨水味，即係好似廁所尿騷味咁，或者係一種好重嘅雪藏過嘅雪味。有時如果佢哋落咗防腐劑或者二氧化硫，甚至會有一股隱隱約約嘅化學藥水味。如果你聞到有任何唔自然嘅味道，無論佢賣到幾平，10蚊一斤都好，你都千祈唔好買，因為健康先係最重要。第三招就係觀察肉色與脂肪，呢個需要大家跳出肉檔盞紅燈嘅圈套。你可以要求豬肉佬拿件肉出嚟，去一去街市通道嘅普通日光燈或者白色燈光下睇。真正新鮮嘅豬肉，瘦肉部分應該係呈現一種健康嘅淡粉紅色或者鮮紅色，絕對唔會係深紅色或者發暗嘅紫色。而最關鍵嘅地方係脂肪，即係啲肥肉部分。新鮮豬肉嘅肥肉應該係潔白有光澤嘅，如果肥肉部分睇落去發黃、發灰，甚至帶有血斑點，咁呢隻豬好可能係生前有病，或者係擺咗好耐嘅死凍肉，質量極差。第四招就係返到屋企煮嘅時候去觀察。如果你真係買咗呢啲平價豬肉，你放落鑊炒或者放落水汆水嘅時候，一加熱，如果發現鑊底出現大量嘅白沫，而且啲肉縮水縮得好犀利，原本一大塊變咗一細塊，同時釋放出大量嘅水分。煮熟之後，你咬落去，肉質好似乾柴咁，完全無豬肉嘅鮮甜味，甚至有一股怪味。咁就可以100%肯定，你買到嘅絕對係劣質嘅解凍肉或者問題肉。其實街市肉檔嘅秘密仲唔止呢啲。行內人仲透露，有時呢啲18蚊一斤嘅低價，只不過係一個魚餌。當你被呢個18蚊嘅牌子吸引過去嘅時候，你同豬肉佬講要一斤，佢會好熱情咁同你講：哎呀，靚姐，呢邊呢件18蚊嘅比較多骨，攞嚟煲湯就得。你炒餸嘅話，不如要呢邊呢件啦，呢件係本地梅頭，肉質好滑，平幫你38蚊一斤啦。佢哋利用低價將你吸引到檔口前面，然後透過心理戰術同口才，踩低18蚊嗰件肉，誘騙你買其他貴價肉。如果你面皮薄或者唔好意思拒絕，最後你就會花更多嘅錢買咗一堆本來唔打算買嘅嘢。呢種營銷手法喺街市裏面可以話係屢見不鮮。聽完行內人講咗咁多秘密，我真係覺得買餸真係一門好大嘅學問。正所謂一分錢一分貨，呢句說話喺食品安全上面尤其正確。香港雖然是一個法治社會，各項檢疫制度都好完善，但係面對咁龐大嘅街市網絡，執法部門好難做到24小時面面俱到，總會有少數不法商販為咗賺取暴利，利用市民大眾中意貪平嘅心理，用各種層出不窮嘅手段去魚目混珠。所以我哋做消費者嘅，去街市買嘢一定要保持清醒嘅頭腦，見到平嘢唔好一味貪平，要問下自己點解佢可以賣到咁平，背後到底有咩代價？好多時你喺買肉上面慳返嗰10零20蚊，最後可能要付出健康嘅代價，甚至要睇醫生，咁樣真係因小失大，完全唔划算。希望今日內人爆嘅呢啲大鑊可以幫到大家，等大家下次去街市買豬肉嘅時候，對眼可以精明啲，唔好再被嗰啲18蚊一斤嘅紅色大字報同埋盞神奇紅燈呃到。買餸最緊要係屋企人食得開心，食得健康。多謝大家收睇，
我哋下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生活裏面鮮為人知嘅秘密與真相，下次見。